阿根廷有几落万人伫市场街头纪念1976年到83年这垃圾战争期间军事独裁实行白色恐怖统治，有3万名的这个民众呢，因为安尼死来受害失踪。不过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却认为受害者只有9000人尔，搁再引起争议。这款的讲法也引起真权组织的批评。 数万人举标语行就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街路，为着纪念1976年到1983年之间的垃圾战争，受到政治迫害、死亡还是失踪的受害者。Se lo llevaron, nunca más volvió. Esto fue en el año 77, lo cual quiere decir que estamos hablando de 47 años atrás. El gobierno de Milei es un gobierno negacionist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s una apología apologista de la dictadura. La vicepresidenta es hija de un genocida, así que ¿qué más te puedo agregar? 1976年到1983年之間政變上台的阿根廷右派軍政府以國家恐怖主義統治爆發垃圾戰爭，軍政府迫害超過3萬名左派知識分子甲工人，因的囝兒是互送養唔知去倒位。也毋過極右派的阿根廷總統米雷伊在3月24日的真相甲正義紀念日進前發布一段12分鐘的影片，要求為政變進前受到左派越擊隊殺害的受害者主持正義。米雷伊也閣質疑，垃圾戰爭的受害者大約只有9000人，唔是3萬人。人權組織強調，紀念活動是希望唔通閣發生這款危險的代志，批評政府唔但無保護人民，也閣反過來威脅人民。Seguimos reclamando una ley contra el negacionismo que sancione a funcionarios y funcionarias y representantes elegidos que desestimen los crímenes y a sus víctimas. 多年来，人权组织俄罗阿根廷伫转型政治方面是进步的灯塔，甲稳重过去的巴西甲智利无同。阿根廷调查犯罪行为，甲监禁军政府的将军。也毋过，极右派的总统米雷伊伫竞选过程中，对垃圾战争期间军队的行为轻轻的大过。副总统维拉鲁埃尔是将国家恐怖主义描写做内部武装冲突，也提议将阿根廷国家历史博物馆改造做学校，引起外界反弹。广西新闻电视为人编译。